心靈交響曲。人生路上，每日靈修經文分享，加拉太書5章22節，聖靈所結的果子。保羅鼓勵加拉太教會的弟兄姊妹們，在神的律法前是有恩典，但不要放縱私欲，總要追求聖潔，在彼此互勉互勵中共同成長。保羅再次提醒眾人，在主耶穌基督裏，我們已脫離罪惡的轄制，在主內自由的生活，是靠着聖靈的幫助，多結聖靈的果子，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、節制，讓人生路上能跟從神的引領，活出主基督的樣式，使人渴慕是神的恩典。來，我們一起同心禱告，要謹守主耶穌基督的教導，才可以抗拒來自假師傅的謬論。救主耶穌已戰勝死亡，在十字架上的救恩，使我們能夠得着永恆的應許，憑着聖靈的帶領，幫助我們多結聖靈的果子，榮神益人，領人歸主，將榮耀歸給三一神。這是眾人的使命。以上祈求用感恩的心，奉主名禱告，阿們。